的主曲，首先就有《粉碎星》《更当灰》，够是这条好听的歌。每一首歌相信都是陪着你们长大到老，希望你们会喜欢金曲歌王许富凯，欢迎，谢谢。 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，带来一连串的布袋戏的主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够力了，你要起来唱起吗？我爱你，可恨的人，爱你定定。 真情爱你无彩工，你我亲像彩花瓣，为你采了我巴掌。我爱你可恨的人，恨做冤仇人。 心情到，我是落汤。我恨你可人，恨你痴世人。 全场来点尖叫声吧！1、2、3，好，一起唱一起唱哦，不能写有的。为什么我有时唱出这条歌？为什么你只是爱听这条歌？ 讨厌像棉花，可比问我天气安怎？总是起厝来心情打开我，阮红色的约我，别听我唱起来，好不来？全场一起啊！嘿，心是的路为我行。 笑的袂惊，虽然不是曾经相正，此行拢这情。
喜欢，谢谢。两位好。哎，谢谢傅凯，哇，热腾腾的金曲歌王，谢谢。我们一路看到傅凯这样的成长，那傅凯已经是金曲歌王了，我们两位还是小小的主持人。没关系，能够访问到你，真的很荣幸哎。对，傅凯先跟大家问好一下，好，所有我们现场的每一个贵宾，还有每一个来听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哎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来这边应该算实习，对不对？对，实习即将要开个人的演唱会了。对，就在下个礼拜六，一样在同一个地方小巨蛋要举办我个人的演唱会。对，可是我们知道是好事多磨，已经演了好几次了，演了2次。对，这一次一定会如期的举行，这一次一定会更好。对，那当傅凯变成歌王之后，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、一些期许？因为呢，最近呢也在忙演唱会，还有在公视跟民视有一部戏叫做《两博 K 展》，这一部戏呢是跨界的歌仔戏，对，跨界的歌仔戏，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你有演哦？有，就是演歌而优则演，你看，他现在已经要全方位了。哎呦，被2位那个亚洲舞王这样子采访，不要这样访问很拍谁？亚洲舞王现在已经在休息了。没有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当然有带来很多好听的歌。对，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我一定跟大家讲一下。这是我细汉的时阵哦，看闽戏。闽戏的时阵，这出戏呢是李超勇大哥跟阿哥共同那个当制作人制作的戏。这首歌呢就是这一部戏的主题曲《短灯溪》，然后叫做《梁祝七世夫妻》，你也记不？龚凯大哥的这导演。对。那今天我就带来这一首《短灯溪》。好的，谢谢，让我们欢迎许富凯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再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，给我们的孔锵老师大乐队尖叫掌声！在红星星后，地球里。行走，他胸迢迢更坚固，我不愿他归来。东西感情。星星忘掉你，短灯溪望过翠，一片叶呀飘零，你望你开，从今。谢谢短灯溪2姐讲的歌。接下来呢，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《金牙哥在手里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一切亲像在梦中。像在梦中，回去啦，金曲歌王，有敢有唱无？有哦。伊吼安尼长音一个甲拖落吼，我去换衫出来，抑个拢会糊啊。这对哦。精彩无告好，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许富凯，谢谢富凯。阿哥亲一个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来做阿哥的节目吼，一定都要不断一直换衫，用